主后2024年7月21日，西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20章12、19、19节。迄时，巴拉旦的囝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就找使者提批甲礼物去探访希西家。希西家顺使者的要求，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香料、过去的油，甲伊所有的军器，以及府库内的一切，拢互因看。伊的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无一项无互因看。然后，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伊讲：这人对你讲甚物？因对倒位来见你？希西家讲：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以赛亚讲：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甚物？希西家回答：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以赛亚甲希西家讲：着听上主的话，日子得要到，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无留甲半项。上主安尼宣告。佮你亲生的子孙，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希西家心内想讲：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就对以赛亚讲：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希西家破病甲复原。兄弟大家平安。台湾健保保险社会制度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真好的社会福利政策甲制度，互大大小小的病，大多数毋免自费就通得到基本的医疗甲保护照顾。亲像过去西药纸，若伫40-50年前，迄是非常贵的医疗费用。普通人若到爱洗药纸，家境若无够，毋是倾家动产，无就是放弃等死。现在，除了健保制度以外，整个医学、医疗甲医药的不断地进步，也改善病患生命品质，提升也是延长人的健康甲寿寿。总是医生敢若会当医活人，无才调医死人。世间的病千百种，有人破病严重，总是真歹医，也是讲无才调医。特别伫落雨的国家地区，也是战争的所在，破病的死亡率还是真悬。毋知咱家己捌拄过，家己也是亲人破重病真歹医，也是医袂好的经验无？迄是无奈无助、恐怖的过程，也有人是毋愿甲纠缠、惊吓。真少人会冷静也是乐观来看待生死，听候死亡。咱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下卷19章到20章，继续咧讲到犹大王希西家。19章讲到南国以色列甲
人的战争。第二章是讲希西家王的破变甲复原。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19章1节到7节，即只讲到着希西家王请问先知以赛亚。18章13节到37节咧记载亚述王希拿基立带兵来攻打南犹大，佮包围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甲希西家王造成非常大亡国的危机感以及压力。因为安尼，希西家就派人去见先知以赛亚，看上帝会处罚遐个藐视佮亵渎上主的人，来替南国以及耶路撒冷求平安。先知以赛亚回复所听到上帝话，爱因的心平安免惊吓，因为上主会互亚述王先拿基立听到风声就倒转去家己的国家，互人杀死。第二小段是19章8节到19节，亚述王派使者继续恐吓犹大国。迄时，埃及互伊索比亚，就是古实王狄夏家统治。亚述王听见统治埃及的伊索比亚王狄夏家要来攻击伊，伊就带一部分的军兵要转去回防。毋过伊也继续派使者去恐吓威胁希西家王，讲伊无能为力来阻挡亚述甲因消灭。对安尼，就去圣殿甲亚述的挑战师踢开伫上主的面前，求上主出手来救因脱离亚述人的手。第三段是19章19节到34节，先知以赛亚派人搁再回复希西家王讲，上帝的确要刑罚亚述王先拿基立的亵渎甲骄傲。19章21节到28节是真明显的诗歌体，也是预言诗。29节到34节咧讲耶路撒冷受围困，农作物受抢夺，也是无通收成，结果2年外到第3年就有通野种收成，搁通食。意思是讲，因会受包围2年外，了后第3年会得到拯救。若是亚述王讲袂入耶路撒冷，也对倒位来，就要对倒位转去，表示伊所做一切拢是道路无公。上主要保护耶路撒冷城。第四小段是19章的35节到37节，这咧讲亚述王先拿基立转去受刺杀杀死。19章35节讲，迄暝上主的天使去亚述的军营杀死185000个人。当时的希腊历史家赫罗多塔斯有描述即场的战事，讲亚述的军队因为染着鸟鼠仔济，差不多全军覆灭。拄好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亚述退兵，另外亚述王先拿基立有一日伫
年属神庙伫拜拜的时，煞家己去互2个囝刺杀身亡，就换伊另外1个囝以撒哈顿继位来做王。第5小段咧讲希西家伊破病以及复原，2章的19节。希西家王伊破重病要死，先知以赛亚也有告伊会死，佮会经交代后事。希西家祈祷靠赖上帝，结果上帝怜悯伊，甲伊医好，佮互伊有15年的寿命，也应允要解救因脱离亚述王的威胁，保护耶路撒冷的安全。希西家王的绝症，打一粒无花果的膏药治粒就好起来。上主阁互伊一个兆头，就是日晷的日影倒退行10度，这是一个类似约书亚时代日头未震动的新约。第2小段是希西家巴比伦的使者来电报，受先知责骂。2章12、19节。希西家王病得了医好了后，有来自巴比伦王的使者来看伊。迄时巴比伦是受亚述统治的一个藩属国家。因来见希西家王，表面上是要慰问探访破病中的希西家，实际上可能是来找求革命，强抗亚述，甚至探查犹大国的虚实。结果希西家甲伊全国所有的财宝甲机密，拢互因看了。为着安尼，先知以赛亚传达上帝话讲，将来南犹大国所有一切财宝，拢要互巴比伦来搬了。希西家的子孙以后人会互人掠去遐做太监。总是竟然希西家心内想讲，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就对以赛亚讲，你所传达上帝话真好。20章18节。第7小段讲希西家王伊死，20章的20节到21节。希西家王伊在世时，因为经常面对强大的亚述外患不断，所以也非常重视国防安全的提升。其中，伊有做一项非常重大引水工程，就是挖一条暗沟水道，甲基顺泉水引入耶路撒冷城。要完成这项工程，就必须开山插石，宽度大约3米，长度有542公尺。悬有4米到15米，出水口伫旧城的东南角，也就是后来非常出名的西罗亚池。这项工程伫将近3000年前施工到完成，到今仔日还有在用，而且伊的施工非常的先进，是头尾2头相思凹，专用人工，搁伫中的地下山体甲伊插通，连接做伙，非常厉害。希西家患病的时，是伫伊在位的第14年，
后来上帝又加添伊15年的岁寿，所以伊做王总共29年，死的时54岁。死了后，伊的囝马拉西继续做王。列王记下卷19章到20章，咱也通对照历代志下卷32章到33章，以及以赛亚36到39章。咱伫今早起所听读的列王记下卷19章到20章，对咱有甚物种的教示？第一，教咱讲爱信靠上帝，为日不断；信靠上帝，为日不断。希西家王基本上伊是一个真会晓信靠上帝的好王。面对超级大国亚述王率兵来犯，虽然伊也会惊会烦恼。亚述王采取文攻武吓，文的就是派大臣采取心理战，骗因若和平投降，就有好日子通过；若毋投降，连上帝也无才调救因。伫武的方面，连连来侵犯，甚至围攻耶路撒冷2年外，互因感觉绝望无生路。总是希西家王叫耶路撒冷的百姓，无论对着安怎叫阵，有色也好，乱骂也好，拢莫应喙出声。另外，希西家家己谦卑，祈祷上帝，也透过先知请问上帝，求上帝怜悯，施阮帮助。希西家明白，只有独独倚靠上帝，信靠上帝，才是真正唯一的出路甲活路。咱知大卫王伊本身过去也是一勇士战将，毋过伊也时常有对敌攻击伊，总是伊讲：我惊吓的时，我要倚靠你；我倚靠上帝，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倚靠上帝，我就无惊，会死的人会当甲我安怎？诗篇56篇第39、第4节。最后所教咱讲，会害死身躯却袂害死灵魂的，恁毋免惊。颠倒着惊会将灵魂甲身躯迄落伫地狱毁灭的上帝。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为甚物咱需要背圣经的金句，甲上帝话记条，成做咱的心思意念？伫危急的时，上帝话就会帮助咱、提醒咱。我惊吓的时，我倚靠上帝；倚靠上帝，我就袂惊吓。第二，伫遮咧讲到着生命的价值，不在伫追求长岁寿。希西家王伊25岁时做王，做王第14年，伊生独生布列得要死。原本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伊讲：你好准备后事。若是希西家讲伊安怎听上帝，搁伊话还袂够，所以上帝就互伊延寿15年。若照历代志的讲法，希西家伊绝情好起来以后，毋但无向上帝感恩，而且变骄傲。虽然上帝也赏赐伊，互伊有真侪的财富，毋过伊也亲像最后所讲，迄个无知的财主，单会晓扩建仓库，搁甲家己甲全国的财富进展，引来巴比伦的嫉妒，也种下日后列国的败因。最后所甲咱教示讲，恁减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
马太第6章27节。另外，耶稣嘛甲咱讲着先追求上帝的主权，甲上帝的旨意实现。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追求长岁寿、健康等等，这是一般人的愿望，连咱也无例外。毋过，互人活、互人死，人的岁寿、寿命是上帝的主权。希西家王，伊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甲疼痛，加活15年。毋过后来这15年，伊毋但无感谢上帝，甚至也变骄傲佮颠簸，害子孙种下灭国的败因。这实在是浪费无采上帝互伊加活15年的寿命。所以人的人生重要是追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实现，并毋是追求长岁寿最主要。第三，你讲到着造福后世，就会流芳千古。两记下传20章20节讲，希西家伊安怎掘池开沟，引水入城。这条互后世赞赏称作希西家水道的地下水沟，原本是希西家为着要对抗亚述入侵，特别设计施工。这对国防甲民生拢有介大的利益的引水道。伫战争的期间，上惊的就是欠水甲欠粮食，民生上大、上主要、基本的需要。希西家为耶路撒冷做这项水利的工程，到今仔日还伫使用。约翰福音第9章1到12节，耶稣有医好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然后叫伊去洗了阿池，洗目睭就好。洗阿池也诚侪去圣地朝圣必选的景点。我想咱一生无拄拄拢有材料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好代志，会当亲像希西家的水道遐尼有价值甲纪念性。总是主耶稣甲咱讲，咱安怎对待兄弟姊妹中上介微细一个，就是好款待伫主。马太25章40节，听主听人，就是受人敬仰，也会互上主纪念的好人好事。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虽然有时阮所拄着的环境恶劣，问题也相当大，总是天地万物世界是主你所创造，你也赢过所有上大的问题。所以主，当阮甲阮的环境、阮的问题摆伫你的面前的时，求你也互阮有信心的目睭看见主你的伟大，主你的德性，来学了你，也来顺服你。愿阮的一生也会当诚侪信靠主、服侍主，也会当听人、听上帝，互人也通对阮来得到祝福。阮献上恳求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